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慧娟姐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就是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啊。透过这个牧师这样的分享，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无论2、3个人聚集在一起，就是神圣你亲自的动工，让我们你的话语就是对我们讲话。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谦虚谦卑的领受神你的话语，感谢在你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好，这个好，可以把这个投影片叫一下。那我们昨天讲到历代志下的第33章，那看到了这个2个王，一个就是这个西西家的儿子这个马拿西，以及马拿西的儿子亚门王，而这2位王呢，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甚至把西西家他所留下来的这些的美好的榜样，还有这些的属灵的祝福呢，通通都抛弃了，以至于耶路撒冷带来很大的灾难。同时我们昨天也透过列王记来看到上帝在列王记下的21章的记载，因为马拿西的时代他的这些的悖逆的行为，让神他定义要来翻覆，将耶路撒冷像盘子一样把它翻过来意思就是说他而且要交在敌人外敌的手中，要让他们被掳。画面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这个好像有吗？有看到分享的画面吗？这边有看到，有看到。我这边怎么看不到？好，没关系，那就继续。好，那所以看到这个这几个王呢，就是这对父子马拿西、亚门呢，他们并没有合神的心意。那但是我们在历代志下有看到马拿西他的悔改，以及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但很可惜为时已晚了，所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劣势，而且上帝已经说出口，所以这后面的毁灭的速度呢，只是这个长跟短的问题在耶路撒冷已经上帝定义要让他们接受被管教。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的是西西家的第4代，就是约西亚。那这也是南国的最后一个好王，而且他也是被上帝特别所拣选，在180年前，连西西家的名字都还没有被取的时候呢，约西亚的名字已经出现了在列王记上的地方。那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经文。那约西亚呢，他是亚当的第15、16、17第17代的子孙。那他当王的时间在位虽然长，但是他非常年轻，8岁就当王因为跟他爸爸亚门很早被杀有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34章，也是有一点长。那看到约西亚怎么样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洁净犹大，洁净耶路撒冷。而且约西亚呢，也跟前面的好王一样，他对圣殿都非常的看重。那怎么样来透过利未人，透过祭司的工作，来让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得到修复，并且在修复当中呢，那在今天重要就是他们发现律法书，那这律法书被锁在圣殿当中，不晓得有多久的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来读律法，以至于他们这个约西亚他没有在读律法书当中，他依然知道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可见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力。那当他拿到律法书读了之后呢，他就撕裂衣服。所以在今天的第4章的最后一段，就是约西亚王和百姓呢都立约，
要来遵照上帝的话来行啊。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那么请慧娟姐先带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的第34章。好，那请从第1节来读到第7节。好，第1节，约西亚8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的31年，他做了上主认为对是效法先祖大卫王的榜样，不偏不倚的遵守上帝一切的法律。约西亚做王的第8年，他还很年轻，就开始敬拜他先祖大卫王的上帝。4年后，他废除了山丘上的神庙、亚舍拉与女神的柱像和所有其他的偶像。他的臣仆在他领导下拆除了拜巴力的祭坛，砍倒了附近的香堂。他们把亚舍拉的女神像和所有一切的偶像都击碎，磨成灰，然后撒在那些献牲祭给偶像的人的焚烧掉。焚烧上烧掉，烧掉哈他把异教祭司的骨头放在他们膜拜的祭坛上，焚烧。这样，他再次接近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在各城的马拉西、以法莲、西门，以及远至北边的拿佛他利等，被蹂躏过的地方也照样做了。他把北国的遍地的祭坛、亚舍拉的女神像和其他偶像都拆除了，磨成灰，又把所有的香堂打碎，然后返回耶路撒冷。好，谢谢。那在这里呢，历代志没有提到约西亚王他的妈妈，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列王记的地方呢，有提到约西亚的妈妈，是在列王记的22章。等一下，我不晓得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因为我自己是看不到。好，那约西亚呢，在这里有讲，在列王记下22章呢，有讲到他的妈妈叫做耶底大。好，那耶底大的意思呢，就是心爱的。那是谁心爱的呢？是波斯加城亚大雅的女儿。好，所以这里有讲到约西亚的外公。那我们会好奇，为什么约西亚在他发现律法书以前，他就知道要去对付这些的偶像？那一定跟他的因为他的爸爸就是被人家暗杀了，被背叛，而且只有做王2年，亚门就被背叛了。那他的阿公马拿西，又是一团乱。好，那所以呢，这个妈妈很重要。那这个亚大雅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以荣耀自己好，所以从这个名字来看呢，应该就是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那在波斯加城是在希伯伦的西边那大概20公里的地方，所以是在南国犹大当中。所以约西亚的母亲呢，叫做耶底大。耶底大对约西亚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让他能够在年轻的时候，8岁的时候就做王。那表示呢，他6岁的时候，他爸爸也就做王了。那在6岁以前呢，就是他的阿公马拿西在做王，也是马拿西被掳回来之后，所以他应该是有看过他的阿公，只是没有想到他的爸爸才做王2年，就死了，被臣仆背叛，所以他在8岁的时候他就做王。那应该也跟他的杀他爸爸的臣仆有关因为杀亚门的臣仆就是不希望亚门去跟埃及建交，去透过埃及来抵抗这个亚述的力量。所以呢，他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情，而且他一样不是只有效法祖先，是直接效法他的祖先大卫所以他
应该是听过大卫的故事，然后知道怎么样从大卫身上来学习。好，所以他8岁做王，做王的第8年，那就是他16岁的时候啊，那他就在耶路撒冷好开始来敬拜，而且呢，第8年的时候，这里讲到他遵循他父亲就是寻求他祖先先祖大卫的神，所以只有16岁，但是他心中的这个崇拜学习的对象就是大卫王，所以这是在约西亚王很年轻的时候当王的第一次的复兴，就是跟着大卫学习。好，那他的学习榜样可能来自于妈妈，来自于外公，好，那全部都是跟着大卫。到了他第4年后，就是他当王的第12年，也就是约西亚20岁的时候呢，这次呢他20岁，更加心智成熟，而且呢他就更加有勇气。好，他在2个地方在南国的地方呢，好，跟所做的事情就是除掉丘坛、亚舍拉的偶像，好，铸造的像，拆毁巴力的坛，砍断这些高高的香坛，然后又打碎这些铸造的像，把它打碎成灰。同样的事情也做在北国的境内，好，包括马拿西、以法莲、西缅，西缅在南边，拿弗他利，各四围的废墟哦。所以他扩大，所以他先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扩大，好，所以他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这段就在讲他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段记载，是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呢13章，还在北国耶罗波安当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神人，他奉上主的命，到犹大的伯特利，然后呢，那个时候他到的时候呢，耶罗波安正站在祭坛前烧香，神人照上主的命令斥责祭坛，说什么呢？祭坛呐，祭坛呐，上主这样说：大卫的家族要生一个孩子，名叫约西亚，他要把神殿里公职的祭司们，就是你在这祭坛上烧香的祭司，在你上面杀了。在这祭坛上面，并且在你上面烧人的骨头，所以这里有讲到磨成灰，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刚才的第5节啊，他把异教祭司的骨头放在他们膜拜的祭坛上烧掉，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约西亚不知道，因为这个为后面要证明他为什么后来才发现律法书，他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可是约西亚就这样做了。所以但是呢，在180年前，一个无名氏的先知神人跑来见北国的王耶罗波安，他在拜的是巴力金牛，所以呢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上帝很奇妙的地方。好，那我们再请这个慧娟姐带我们来读，从第8节来读到13节。好，耶西亚在位的18年。在洁净国土的圣殿以及终止异教崇拜以后，他派遣了3个人重修上主上帝的圣殿。这3个人是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耶路撒冷市长马西亚和耶阿斯的儿子耶雅史光。第9节，守卫殿门的利未人把在圣殿收集的钱都交给了大祭司希勒家，这钱是向以法莲、马拿西和北国其余的人收取的，也有向犹大、便雅悯和耶路撒冷的人民收取的。他们把这些钱又转给负责维修圣殿的那3个人，由他们把钱交给木匠和建筑工人去购买石块、木材来修理圣殿破损的地方，就是犹大王没有顾到而破损了的。12节，从做这工作的人都很忠心，4个任监工和利未人的是米拉利宗教和亚哈和俄巴底以及的哥夏宗教庄主
宗族的撒玛利亚和米舒南利未人都是优秀的音乐家，其他的利未人负责运输材料和监督各种工程，其余的人或保管记录，或做守卫。13到13节嘛，哈。对，到13节，对，对，谢谢。好，那这个是第3波的复兴哦，在约西亚他做完第8年，就是16岁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学习大卫，然后到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勇敢的去除去这些偶像，没有人叫他做，他就去做了，而且做的动作呢，就跟180年前列王记上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现在呢，到他做完的第18年，就是他现在26岁。大概就是西西家他的阿宙刚刚当王的那个年纪呢，他现在呢也想到要洁净国土和圣殿终止异教崇拜之后，那他派了这里大概有7个代表首先有3个人沙番是谁？后面会看到这个人，他就是国家的书记，相当于行政院长，然后耶路撒冷的市长这个马西亚。还有约哈斯的儿子约雅，他是史官史官就是让他知道过去列王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还有第四批就是利未人，那所以这个约西亚王也是重用利未人的王收集奉献，然后交给第5个是大祭司希勒家，重视利未人，重视祭司。然后呢，这里还有包括这些的钱呢，又交给负责修圣殿的那3人所以这里还有修圣殿的人，然后还有监工的人，所以这里大概他找了7批的人，来做圣殿的整修工程那这7批的工程呢，从国家的，从城市的，然后从这个过去历史宗教史上的，然后再祭司利未人。然后还有这些的做工的，那分层来监督，所以12节说做这些工作的人都很忠心那这里又提到了4个监工的人，但重点不是这4个监工人，重点是这是谁呢？都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宗族，哥辖的宗族，那然后没有革顺的宗族那就看到米拉利、哥辖，那他们主要呢？就是在做，就是主要都是纯利未人了因为革顺宗族里面呢，就有这个祭司的后代那讲到说他们是优秀的音乐家，应该是说他们善于演奏那他们所以在圣殿当中，他们也是恢复在大卫时期用音乐的敬拜，所以这个是在当中会用音乐祭拜，就是大卫、所罗门然后西西家，然后再就是约西亚因为他们只要看重利未人利未人他们就有这样的功夫。那其他的利未人呢那这里讲说利未人不是只有做这些事情，还有其他的利未人负责什么呢运输材料还有监督的工程，其余的利未人呢保管记录，还有呢做守卫所以呢他们这些利未人的工作呢也分了很多那这段的重点就是说，约西亚王在他的第3波的复兴当中，有这样的复兴是来自于利未人和祭司，还有透过在行政的这些体系当中，国家体系当中来接下来就是让他恢复圣殿敬拜。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很意外的插曲所以再请慧娟姐带我们来读14节到18节，14到18。从库房里拿银子出来的时候，希勒家祭司发现了上主的法律书，就是上帝给摩西的法律书希勒家对皇室书记的沙番说：“我在圣殿里发现了法律书。”希勒家把书交给了沙番把他带到王那里，向王报告说：“你命令我们的都已经遵照办理了，我们把圣殿里的银子交给了监工和工人。”沙番又说：“希勒家给我一卷书。”然后他就在王面前
高声诵读。对，好，谢谢。好，所以因为有这一批做工的人，好，圣殿恢复，好，所以这圣殿可能在马拿西做王有55年，那加上马拿西的儿子亚门2年，好，所以很长的时间，半世纪的时间呢，这个圣殿可能没有被好好的整顿清理。那到了约西亚26岁的时候呢，他就来清理圣殿。然后透过利未人恢复他们的工作，然后呢，这个翻箱倒柜整理之后呢，在圣殿，然后他们收的奉献要去做这些工作，那最后呢，就在圣殿的某个角落呢，发现了一本上主的法律书法律书和本翻成律法书。那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会再看到这一卷书，又叫做约书所以呢这一卷书到底是哪一卷书就是上面有讲到说。是上主交给摩西的。那很多人认为这就可能就是生命记可能不是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开始，可能就是在最后的生命记这一卷书当中。那不管是哪一卷呢，他们读了生命记之后呢，或是其他的法律书呢，那沙番就交给沙番书记然后就把他带到王那边。然后呢，回报完成了，又发现这一卷，然后呢，他就在王的面前开始来读这一卷书那当然这卷书就是讲到了上主的话。好，接下来再请慧娟姐带我们来读19节到21节。王听到了法律书上的话，就惊惶的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比顿王室书记沙番和王的事从官亚沙。烤肉，家家户户都在烤肉。和王的事随便拿。其他的人请把麦克风先关静音声音好进来了。说21节，你们去为我何忍留在以色列及犹大的人民求问上主，查明这卷书的教训是什么？上主向我们发怒，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他们的话，没有照这书上所记载的去做。好，谢谢。好，所以在生命记当中呢，最后的结束就是祝福和咒诅。只要顺听从的去行的，就有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但是听见了却不去行呢，就要受咒诅这咒诅就是跟祝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约西亚王听到了应该是生命记当中的这些的话呢，就这个他就撕裂衣服那就表示说他非常的悲伤。他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从他的祖先大卫以来因为有史记约雅在旁边他知道他们国家前面这几个王为什么这样起起伏伏所以呢他接下来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去求问先知那再请慧娟带我们来读从22节来读到25节，22到25。于是希勒家和其他的几个人奉王的命令去问一个女人，名叫户勒大的女先知。女先知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区，她的丈夫沙龙和赫瓦的儿子哈俄阿斯的孙子担任了主管圣殿礼服的职分。他们向他诉说所发生的事，他要他们回去见王，把上主的话转告王说，我要照着王所听见的那书上所写的咒诅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他们离弃了我，向别的神明烧香，以他们所造的偶像激怒我，所以我要向耶路撒冷发烈怒，不会止息。好，谢谢。所以这个约西亚王呢，他知道了上主的话，他去询问先知户勒大。
户勒大是一个女先知，好，那这名字会被记下来，好是很表示这女先知她是应该在史上是有知名的。那户勒大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右属啊，右属，我们知道右属就是打地洞的那个右属。好，那他住在哪里呢？好，甚至还讲到他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区，那和本翻成第二区。第二区什么呢？就是在第一城墙跟第二城墙的中间那一区啊。所以因为他的名字是右属，然后他又住在中间区，好，不是住在市区，好，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这个先知。那他来跟他说明来意，好，然后来问为什么发生国家这样的事情。好，那照着这个女先知好说，他就这个女先知呢，好，就很清楚的来回应说，把上主的话转告约西亚王，好，所以他是一个传话，他派使官来，他就传话回去说，我要照着王所听到那书上，这是神所说的，诅咒惩罚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居民。好，那这件事情呢，好，已经在这个马拿西当王的时候，就他阿公的时代就已经发生了，是在列王记下21章13、14节的时候，好，他把北国怎么样惩罚北国，就怎么惩罚南国，而且他用同样的尺、同样的量具，好，来量这两国的罪，就是对上帝不忠，而且他把耶路撒冷像盘子一样翻过来。因为他们离弃了神，然后呢，向别的神明烧香，以至于所造的偶像激怒神，所以上帝要对耶路撒冷发怒，不会止息。好，所以还是重生。好，即便约西亚，或是说从马拿西开始，他就想要谦卑悔改。好，然后呢，约西亚好也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好，甚至呢，约西亚他也想要为国家的将来的命运来去做努力。但是呢，上帝透过这个户勒大叫做右属的女先知来告诉他前面他可能没有听到或是不知道的事情，上帝已经说出来的话必定要做到。那我们先把这一段读完，好，再请慧娟带我们来读26到28节。至于王本人，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对他说，你听到书上所写的，你在我面前谦卑悔改了，你听到我警告要惩罚耶路撒冷和他的居民，你撕裂了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听见你的祷告，在你死以前不惩罚耶路撒冷，我会让你平安的离去。这些这样就可以。还有，对。这些人就把这信息带给约西亚王。好，那所以透过这个女先知呢，好，重申的是列王记上帝所说过的预言。那但是呢，约西亚还是被上帝看中，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不会在约西亚的年代来发生这个事情。可能本来要在约西亚年代就发生，但是不会在约西亚年代。甚至他的儿子但其实是在约西亚的下一代。约西亚后面还有3个王，所以我们快要读完了。约西亚完之后呢，就是约哈斯、约雅斤跟西底家。约哈斯、约雅斤、约雅斤、西底家。特别这4位王呢，是约西亚的其中3个儿子跟他的一个儿子的儿子。所以呢，只有再到约西亚的第3代，这个国家就结束了。那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历代志读完要读耶利米书。耶利米在什么时候登场？就在约西亚这个时候登场。而且在什么时候呢？好，我们读耶利米书1到6章，就会看见约西亚，这个耶利米是在约西亚做王的第13年所以我们前面这段经文有看到约西亚做王的第4年，第8年加4年就是12年。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他除掉偶像，砍掉了这一些的神像之后，耶利米就上场了。所以其实耶利米就在这时候就开始出来说预言，只是耶利米不是像这个以赛亚先知住在王宫里面，因为以赛亚有王宫的血统而耶利米没有。所以耶利米说的预言呢，不一定约西亚王会听到。但是我们接下来读耶利米书的1到6章，那1到6章都是在约西亚当王的时候
所看到的情景，或是上帝所发出的预言。其实我们读起来1到6章，国家里面虽然约西亚很努力，可是呢，国家里面问题还是很多，拜偶像的事情还是很重。所以呢，即便约西亚在改革在努力，但是从耶利米书里面就知道，这个改革努力已经是没有办法全面性，而且上帝已经定义要让这些犯罪的百姓继续的沉沦下去，一直到约西亚的第3代，最后这个国家就被灭掉。好，那最后的29到33节，再请慧娟带我们来把它读完。约西亚王召集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一起到圣殿去，还有祭司、利未人和所有其他的人民，无论贫富，也都到了圣殿。王在他们面前高声宣读那在圣殿里的发现的耶稣。31节，王站在大柱旁边，向上主立约，要听从他，一心一意遵守他的法律诫命，而实行了耶稣上的规定的命令。他使便雅悯人和所有的耶路撒冷的人答应了遵守这约，于是耶路撒冷居民遵循他们跟他们祖先的上帝所立的约。约西亚王把境内所有的可称的偶像都拆毁，要以色列人侍奉上主。在他活着的年日，他们忠心跟随了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以上。好，谢谢。约西亚总共做王是31年8岁登基当王了31年，所以他死的时候是49岁。在他当王这31年当中，已经算相当的长但是呢，因为上帝已经说出了话，所以呢，约西亚只能够忠心做一个像收尾的动作。好，那所以约西亚在刚才这个户勒大女先知，还有他读了律法书跟先知的求证之后呢，他做出的决定就是召集所有的人，包括祭司、利未人，不论贫贱富贵都在圣殿，然后呢有王，这也是讲到王在他们面前高声宣读所以是约西亚自己带百姓来读圣经，把圣经的话念给王听，站在大柱旁边，和本翻成站在自己的位上。那因为王宫里面不可能装那么多人，应该是在广场，所以这大柱很有可能就是圣殿的柱子，就是所罗门盖的圣殿的柱子旁边，向上主做什么呢？立约。所以一样，就是有几个王会跟立约呢？就是大卫、所罗门，然后希西家，然后约西亚。因为读了上帝的话，就是要重新立约什么呢？要听从他，一心一意遵守他的法律诫命，实行约书上所规定的，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尽心去遵从。但是在约西亚死之后呢，百姓一样很快就沉沦，所以我们明天还有一章35章。但是在约西亚死之后，他做完31年之后，这个国家就很快就掉下去。但是在约西亚的一生当中，他几乎就是一个可圈可点而且没有可以被指责。那唯一可能比较骄傲就是他要去出去打战这件事情，也是让他这么早49岁就过世的原因。但是从约西亚身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在列王记上北国时代耶罗波安的时代就预言的事情上帝都是成就在成就在成就。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谢谢慧娟姐，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让我们透过今天约西亚的故事，知道他有很重要的背后的影响力，就是来自于母亲，来自于妈妈还有外公的信仰让他即便在没有读过圣经没有一个父亲的好榜样当中，他依然能够效法大卫，并且愿意来面对这些偶像同时他也看中了利未人和祭司的职责，看中上帝的殿，上帝就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约西亚，约西亚王也将这样的宝贵话语和全国的百姓人民来分享，让他在位的31年期间，国家百姓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虽然国家曾经被上帝所咒诅，并且定义要毁灭，但是上帝你依然与乐意和约西亚来立约，
让他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也求主让我们知道读圣经的重要，以及遵行上帝话语的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晚安。平安，谢谢。帮助